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我哋福喜來嘅，算是一個最熟悉嘅一個朋友，我哋彭水林彭彭老師來到嚟現場。可能觀眾朋友有聽過我哋彭彭先生，但是唔知以前做過乜事情唔怕。好，我哋一片，我哋咧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有我哋福喜來嘅一個專門以前做過嘅節目，全部俾我睇下，你都可以尋到我哋彭彭先生以前嘅節目。但是今日我哋邀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係伊理出了一本新書，一本新書叫做《神奇嘅飛本劇》，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呢彭老師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講乜講到神奇嘅飛本劇。彭老師你好，阿明哥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東嘅彭彭先生彭水林。其實他講你談到嘢，他講好，如果想到話嘢咧，我哋彭彭老師嘅一個算是招牌啦，因為我哋每每聽我哋垃圾有地方談到他講好，我都哋講有彭彭老師嘅節目嘅，因為從頭上一班都有講到講，其實彭彭老師大部分人都講，具有法律。好，然後永遠都行喺前面，緊做事，我來推廣我哋客家話，推動我哋客家文化。咁日本我有一擺講，等於講喺我哋以前咧，算是故事嘅合輯，係咪？一擺想我嚟同大家分享嘅啊，喺日本今年1月份出版嘅新書，叫做《神奇飛本劇》，蔡天元長故事合輯，係。一本書呢最主要啊，就係我哋台東哦，像我哋台東帶10年嚟創作飛本故事有5年嘅時間呢，每一年都出版一本書啦就像也有5本嘅哦，也5本嘅飛本故事全部都係10年嘅原創嘅故事，啲台東嘅原創故事，因為印刷實在係當貴出版之後呢，就較少數人看到。一條故事像我哋台東嘅行義新傳事就拿一條故事去做一個補充教材，講故事本10年嚟聽，就學習客家話。我後來我哋又拿一故事去到各鄉鎮嘅莊下去客莊講故事。後來感覺效果真好呢，就係有留一5本全部嘅故事。寫下去了，想本大家做得再看到5本嘅故事內容。我馬上講係一啲真係一個好嘅方法，但是合學而來以後，係咪有講同其他嘅版本冇同樣嘅地方啊？有最大嘅冇同樣就係日本地圖新書地圖你就看得到第一個部分就係文史嘅部分，文史嘅部分就係5本，總共有18隻故事。18隻故事嘅文史都喺日本看得到，有漢語，有英文咧，有法語，還有漢語拼音。嗰種文史嘅部分就做得看到安尼。其他嘅按講嘅圖畫，用個啥咯？按講嘅圖畫留嘅語音嘛，那就留佢做影像，做 QR code。嗰個特隻故事頭前都不用漢語嘅 QR code，留英文嘅 QR code。而喺掃描去看嘅時節啦，就有個影像又有聲音，就看得到頭前嘅特本嘅圖畫，也個特色都留嘅冇講，算講係有聲書啦。那我係嘅冇講就係行下地圖除了文史稿之外，還個有飛本嘅劇本，就因為係有留嘅一條故事帶領成人做。飛本劇嘛，韓國許多沙去做飛本劇，不過這都也當好用，做留嘅劇本有熟悉本大家來參考呢。我想我加英文一部分咯，因為一開始我做飛本開始就翻譯做英文咧，因為嗰陣時當想你客家話去上人來看嘅嘛，因為我推廣行業真是冇簡單，尤其家長嘅部分，家長我本身嚟學習行業有些困難度，不過我諗佢講一本書啲都有英文就會想到佢哋來學習吧。實在講你做飛本最主要其實我一開始嚟創作係為了傳承語言嘛，學習行語
当好用哦，绘本故事係非常好用。啊，好似英文咪真好用哦，嗰時我呀全部都要請我哋台東在地嘅英文先生，佢喺美國是嘅學校嘅外師啊，佢專門教英文嘅，所以佢我咪真感心嘛，就係佢啦當義務同我哋聽書來翻譯，一按到嘅繪本故事都係英文先生聽書嘅。因為我係看到係另外一個方面的嘛，因為邱守東先生有講到啊，其實也有幾多係我哋彩體原創嘅一啲故事嘛。嗰時其實對外國故事，所以外國嘅朋友來講嘅話，其實伊哋嘛幾想去知個，彩體發生乜嘅事情，但是你講讀翻譯就有問題嘅。讀行業一個高考唔實，嗰時感覺講由英文嘅版本來講啊，對人來講，一定係接觸到彩體嘅原創故事，一定最好來嘅。尤其係今年其實台東啦、我哋南部啦，幾多嘅外國人睇下天氣。嗰時一定講可以透過一本書，提供我哋彩體行業，形容嘅神法彩體行業嘅文化，學我哋嘅神法風俗，形容嘅其實我對一片嘅角度來看到嘅。真係啦，因為我哋創作，而家講到重點，我哋嘅故事非常客家，非常彩體。嗰種25本哦，全部都台東嘅哦。廿本合寫都留喺台東嘅合寫咯。其他像三二創作嘅啊，其他縣市創作嘅啊，都冇變啲啊。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台東有台東嘅美食啊。冇錯，台東有台東嘅美食。其實雖然講台東算是我哋嗰度其他客家中算是二次移民嘅一個地方，但是你講按長期按到一啲歷史發展下來，已經有彩體嘅一種新嘅文化，甚至講新嘅一啲對神法嘅一啲態度嘅用法，嗰時變成一啲唔單是把它寫下放落以後，變成一啲外文嘅版本，其實對外國人來認識台東嘅客家人係一個幾好一步。但是你頭先有講過，全部變成 QR code。係啊 ，QR code。呀，方法真係要好。真係都好啊，因為唔是 CD 啊，唔是 CD，較環保。因為而家當然都用手機嘅嘛，天動地都咪做得看啊，手機一掃描，你就做得聽到聲音，又做得聽到婆婆先生講故事嘅聲，又做得聽到John Michael先生嘅英文朗讀，還可以做得看到影像哦。一擺後就留一全部按定一下嘅圖畫啊，也有欣賞咗真係我感覺當地一下，所以你自己留你聽又冇用，而家圖畫自己當地一下，又一方面又做聽聲音，又做得看嘅圖畫啊。因為有部分聽我哋以前嘅節目時，其實彭博老師已經有講過，而係用嘅一步一步帶領新人嘅去開始去寫故事。畫圖，但是我相信有幾多觀眾朋友可能已經記唔得也部分咧，我哋請彭博老師同我哋講一下講，其實係唔係用嚟帶領新人咧開始寫自家故事。哦，嗰係我哋台東係舉辦很多兒童創作繪本夏令營，我哋暑假嘅時間嘛，帶新人創作啊，我用10年嘅時間。每擺我創作一本我都用10年嘅時間。按幹咯，按幹的10年都做出一本啦，係啊。嘅方法就係啊，一開始認識新人嚟嘛，來自各嘅學校嘅新人嚟啦，都冇共用。咩有嘅國中生，嘅有咩國小嘅學生嘅長途年紀都冇共用。來自冇共嘅地方嘅新人，向下西帕比來創作前3年啊，就係認識新人，都訓練佢哋嘅想象力、聯想力。韓國老佢哋收嘅啲台東啊、彩體有乜嘅文化，啲客家嘅文化有乜嘅，再來呢訓練佢哋嘅聯想，就開始韓國佢哋嘅生活經驗，就大嘴鼓為主啦，我嘅訓練就係大嘴鼓。老佢哋分組啊、大嘴鼓啊，老佢哋嘅想法啊，寫下嚟咯，想法向差唔多嘅就分咗一組，分組好之後啊，佢哋就會從佢哋嘅生活經驗去發想，開始想故事。我說故事本身人來學習嘅時間非常好，就係因為佢哋嘅想法係天線嘅相連嘅，因為生活經驗嘅共用啦，佢哋就安尼創作出來。咁啊，你話等於講一群新人嚟，可能我哋天線相連嘅新人嚟，可能會發展出一個故事。但是因為人家新人呢，大部分都寫出係法文啊，
佢以很用嘅變成啊，等客家文啊。像安尼，差唔多140到23哈，嘅正言腔下嘅時間咧，其實佢都有嘅會講客家話，係能力分組啦，能力，佢會講客話吼，分批都特組哦，嘿，佢會畫圖嘅啊分批啊，因為每三人嘅能力冇共樣嘛，專長冇共樣，佢會講客話哦，會佢分配啊。我說啲上故事嘅時間呢，以為吼我直接用漢語去上故事，以為呢佢會用方言表達嘛。不過唔怕，故事先上出來之後，你做欣賞員要留佢教。我說創作唔怕講，其實也聲音我唔會講客話冇簡單啦。喺佢條故事發展出來之後，我嘅功能就係聽書，然後佢要再討論、再修改。真正嘅寫做係啊，佢哋學一本嚟改，係咪？唔係凊彩本嚟改啊！我討論過喎，老師，你不要改我的故事。你聽聽咧，搞佢客話，嗰時候啲創作嘅當中啊，就其實就都得學習客家話嘅。冇錯，嗰時候一本書講到啊，就係人從故事，你因為一條故事係一步一步用人嘅聲音嘅想法去編出來嘅，但是編出來以後呢，還把用變成繪本，還有同時頭東啊的彭先生有講到，用啊變成繪本劇，也有啲故事嘅喲。休息一下，我哋馬上同講。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台東嘅彭水蓮彭先生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過已經有嘅新書，我哋神奇嘅繪本劇來到我哋現場。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佢變成啲故事嘛，故事一樣會變成一啲繪本哦。故事繪本故事哈，就係繪本就係故事嘅嘛，畫圖，也有。要想出故事之後，就畫圖就變繪本。咁咪你咪畫圖咯？聲音嚟啊！但是就總多人講，佢同一種人，有的人會寫故事，有的人會畫圖。可是畫圖嘅人都負責去畫圖。向下討論，故事係向下討論出來。前3年咯就形成故事了，後背啊就開始畫草圖有冇？草圖啊。構想一樣嘅去完成繪本故事，因為一組差唔多6個跨頁，也係講8個跨頁去完成一個故事嘅圖畫，就像好你翕相嘅分鏡圖咁樣啦。上好之後呢，就開始分批工作，大家向下畫圖啦。唔係向下畫，就分批工作。你畫路皮的，你畫山苗，你畫樹的，你畫石頭，就開始分批工作。我說日本嘅一按圖標全部圖畫係聲音嚟畫出來。等於如果故事係睇緊人向下想，圖畫嘛係睇緊人向下畫。分工合作，都變成因為一啲作品都所有嘅聲音嚟切，每啲人都有自家一份力喺地方。錯。後來啊，我就拿出去講故事嘅時間啦，因為其實像我就拿樣故事去講故事本人聽嘅時間，見講，自家就表演起來咧。不是後來啊，像我嘅習慣老師去同聲人講故事差唔多親子活動啊，講睇之後呢，就帶定佢條表演，因為嘅故事底度啊有當到角色嘛，就分批工作啊！我係希望來談故事嘅人做得深入其境嘛，就向下有融入啊，向下互通啊，大家做得互通，就分批角色本身，像阿明君做日頭阿公，其他人做老皮咧。有5個老皮的喲，有5隻老皮的喲，還個有農場嘅主人哦，嗰時候像個老皮的前頭路也隻故事呢，就有按多嘅角色，就分批分大家，一角色啦，啲講故事嘅時節，亦都有一個講故事嘅人嘛，像做先生人做得做旁白講故事嘅人，講到日頭阿公講乜嘅話。就本佢講佢嘅對白，我說我寫我老嘅故事啊，
改成编修啊，改做角色扮演的对话。角色扮演嘅对话就本佢就训练讲，轮到你时间，你讲乜嘅话？一部分拢係等伊平常會讀到我哋講劇本嘛，因為我哋一般來講看故事場景啊，人物都講用第三個人嘅角度來講一件事情。但是劇本底部其實都記錄到講乜人講乜嘅話，乜人講乜嘅話，乜人講乜嘅話，然後行到哪，乜人要做乜嘅面。嗰時一般來講嘅話，我用係把故事變成劇本。就剛剛講先有安尼嘅想法之後，第一定佢就做得做對話嘅練習嘛，也係最好練習客家話嘅方式啦，再就講到劇本啊，就係因為你要真實去表演嘅時間，會包括講睇嘅你嘅場景，我擺乜嘅東西，我乜嘢我選出來，要我做乜嘅動作，我編乜嘅音樂。也就開始變啲，啲劇本啲都開始排列嘅呢，第一場係乜嘅音樂，乜嘢我選出來，就開始寫啲劇本啲度嘅。再來乜嘢先講話，就一個角色嘅對話，就開始就寫出來安尼。第二幕係乜嘅？第二幕又開始乜嘢？有乜嘅音樂？那就第一幕跟第二幕之間。就會變音樂㗎，就係你寫出來，就係你劇本嚟啊。所以講我嘅記法講，其實好難講，因為伊啲非本劇嘅劇本，嘛書嘅睇一本書啲噃。有，我說其實演奏戲劇啊，有當到方式咧，而家像當到先生好搞啲推廣嘅啊，讀者劇場咩係戲劇嘅一種啊，我說啲都沒有一種嘅劇本，然後有說故事劇場。然後偶劇場，就劇本嘅寫法咯，演出冇嘛重要。韓國最接看到嘅話劇場，話劇就較詳細，音樂啊，韓國我做乜嘅動作啊，我擺乜嘅道具啊，都寫過更加詳細。話劇嘅劇本都更加長啊！我說我哋都有輸入也幾年啦，有老幾司機演出嘅劇本，希望做得俾大家做參考你喺看嘅時間，做得對照原本嘅故事，落喺你前頭都很樣嘅，再來你表演嘅時間，我用扮去呈現。也係本大家做得來參考。從一幾年即係啲按努力去推廣嘅，就說基本然後推廣嘅訓練嘅社區嘅民眾啦，或者學生去做劇本啦，然後同時去做啲戲劇。咁從一部分啊嘛，因為做頭先我講嘅呀，唔單止講睇睇細細，學睇細路都冇強樣，咁能用嘅去把呀啲戲劇去教本，算是有些爸爸媽媽帶來嘅啊，冇如果阿公阿婆帶來嘅啊，嗰種人哋冇強樣能夠身份冇強樣，能用去克服呀問題咯。你講故事嘅時間就開始想有冇？馬上開始啦，做一條阿公，馬上適合做老闆幹。嗰時時常開始見講法都得見想咯。錯啊，卡數啊，你愛表演牛文水嘅卡數，哇嘅因為你講故事，我習慣喺頭前會先講一遍一個故事嘛，有客家美食大擂台。哇！細阿妹轉到嘅阿婆嘅貨房戶，阿婆都準備做嘅客家美食，哇！啱到客家美食呢，細阿妹講我到底我是哪行好啊？特行都當上司咧，嘅客家美食開始就講快，生愛，我女，我親好食。其實我哋講一個故事嘅時間，記得就談到。確嘛，就開始就感覺當神奇啊！後來就本佢哋看故事看睇之後，佢就會問啊，講睇之後都問，萬一我來演阿婆，猜錯嘅呀，嘅生意嚟唔夠，都係嘅假造來演阿婆，萬一我演嘅詞牌，綠茶，哇！其實而家就係留客家文化用美食嘅最客家嘅客家文化就變做故事嘛，本佢哋演出嘅時間非常神奇嘅。一聽咧，因為我哋談故事尤其是故事quite神奇，談過一遍都差唔多都安尼。
佢加上講後來你就可以變成故事裡邊一個主角，嚇唔單止係男主角、女主角，冇得裡邊一個角色嘅話，你其實要講，我都冇做阿婆，我冇按咯，但是我要做七八位，已經係能演員啦，嚇冇得講，你這個可以做七八位，已經可能演員啦，嚇，嗰種你至少睇下你互通裡邊，如果慢慢地去尋到一個故事裡邊最適合人一個角色嘅東西，然後同時一個故事嘅內容慢慢地吸收一啲裡邊。做啊，佢哋係當我演家咧，嗰個哦，擂茶老闆調料啥演家個，唔係呀，我搶按世上講法，那個故事裡都有寫那個對話嘛，吼，哎，所以佢哋演出吼，嗰時節啊，我感覺當神奇，啊佢吼唔交代任務本佢演繹嘅角色，佢就吼本來唔講下話喲，唔過佢表演之後啊，佢敢講嘅呢，佢會太想講嘅。我喺吃到真感動嘅就係樣，我所以其實來學習故事之後啊，當到嘅聲演佢後來就較勇敢講客話。因為我一篇嘛感覺到也通過重要，因為吼，有時嗰時我哋聲演係唔敢學客話，因為講啊有時講句話，隔壁個啊唔知佢講唔錯嘅，講久人家都唔敢講，但是喺表演嘅時節，反正我都講下幾句。哦，我都幾次人你就講出來。佢咪要學習聽人講嘅啊！啊，即個講係我知道按多年來嘅經驗係訓練佢嘅勇敢、有自信。因為佢嗬，你嘅任務就係你要太想講出來啊！等佢表演過之後啊，真件會本佢一個講客話嘅自信咯。啊，大家感覺到成績越來越樸素啊，就越來越有自信。也係咪係一種互通然後交流，佢會知道學習客家話係當神奇嘅。像我家要講到啊年紀嘅冇強樣嘛嗬，剛才講到係平常啦，親自發通嘅時講故事，後來我拿到沙期講故事，演出非本劇，哇！也係我最想愛同大家分享嘅。讓我喺沙期裡邊要同人哋親自要冇強樣哦。因為我想到如果客家委員會啊，去年啊就開始推廣，應該係20幾年推廣行年沙期洋草計劃。啊！我去年想啊，就說哦，啲沙期都講客話嘅件事情，按樣辦推廣呢？啊，平常時辦法通啊，其實談到一年係冇按到嘛。喺講故事嘅話，係咪大家都談喺度當到客家話全行業嘅表演哦，非常神奇哦。所以我哋訓練啲沙期講非本劇之後啊，表演辛苦表演嘅時間哦，要嘅裝備。老嘅係後生人哦，然後新人咧，大家啲台檔表演一出非本劇全行業哦，非常感動。真的是冇簡單的，尤其是到我哋沙期地方，又唔像學生啊，其實按好去教，有時間我哋睇醫生，有時教我又記唔得咧，嗬，其實冇簡單。嗰時候你發現到講，其實也俾一啲非本嗬，唔單止係可以傳承我哋客家文化嘛，唔單止本身人嚟看咧，其實而變成非本劇嘅時節，也係洋葱喺嗰睇。休息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台東嘅彭水蓮彭先生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講，怎樣嘅把我哋嘅非本推廣到我哋嘅沙期地區。因為其實像台東我哋先生講嘅，喺沙期地區嗰度我哋嘅太陽沙啦，嚇，還有我哋嘅聲音嘅特嘅。但是以講學生嘅來講嘅話，講一般學生嘅，我談先生嘅話，但是我哋太陽沙嗬，我談法是我談法啦，嚇，但是呢。而會有嗰種即係喺加內容啦、加台詞啊啲故事冇？哇！呀，真係精彩嘅素材，就最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我一擺啊，就係去年啊，嗬，所以我日本就係去年做嘅拿出嚟俾大家參考嘛。啊，去年我就去到鹿野嘅水源沙期，啊，嗰邊當到裝備啊，佢都當要講客話，係啊，像我嘅話，我拿故事，我嘅嘢係去年係做太鐵講講。拿日本故事嗬，去帶領佢哋想要演出一個非本劇，佢
我去到隔壁，我先讲故事本佢就听啊。我遐本故事内容迄物件，我先讲本佢就听啊。结果啊，因为遐故事吼，然后农业，然后保护土地有关系嘛。讲到农业啊，其实故事比我还较精彩。嗰时候我伫讲故事的时间，我吼一页故事吼，再来讲3点钟。我相信无，因为啊，我计吼讲到啊记哩啦吼，底度呢有一个故事啊，就系谷仓嘅师傅仔，啊就系啊有一个谷仓啊，有个人家吼，佢嘅谷仓啊来一条大沙锅，哇大沙锅！讲到大沙锅，大家看到东江啊，我老去捉去尸体啦，结果发现个沙锅哦，会捉老处的呢，沙锅有佢嘅好处。讲到沙锅嘅故事的时间，嘅装备吼，当到故事哦，千等一下哦。讲到样板种菜，讲到乜嘅，佢咧菜园嘅故事咪千到。讲到沙锅，有嘅装备啊，印象当深嘛。佢讲佢详细哦，嘅我去嘅杂货店。卖人搭的啊，吼，也系讲老阿妹卖豆油啊，有行过田顺，过田哦，过去张有插货店，结果伊行田顺的时间啊，就看到个沙锅啊，一条一条排列开飞扬的，说啊，真见到沙锅要开飞扬，韩国其他装备啊，都当到沙锅用办去，用办当到沙锅用夹沙啦，用乜个沙锅啊，好，记到故事千多诶。韩国讲到农业嘛，你讲农业用办种菜也系讲佢嘅经验，吼，先农药嘅件事情啊，佢咩千多好讲。伊讲个叶的话，按样办处理啊，按样办。哦，故事吼，其实拿比本故事去老装比讲故事吼，伊要学到千多词汇咧。好，韩国记得唔敢讲到口语嘛，迄咩按你写个对话啊，老记叫我跳脱嘛哈，真记要跳脱，一定会跳脱。好，韩国佢讲嘅话吼，我比人嘅行较精彩。因为我经验嘛，就讲你讲安尼嘅话，佢咩佢讲出来，其实喏，我爱去另外嘅田都放落去顺那里哦，吼，听到真感动咧，而家课本係寫唔出來嘅，唔過佢嘅經驗，佢就講嘅強調係佢嘅佢嘅綠隊嘅嘛，佢講嘅強調就親女僕語嘛，嗬，哇，都非常感動。我講嘅就係啊，其實嘅裝備啊，佢冇辦法記內容，而睇佢上台表演啊，佢冇辦法記台詞。唔過佢要自家發展出佢自家嘅台詞。再來啊，你家講到，我哋訓練嘅時間後，裝備先訓練，再來成年嘅訓練分開哦，先分開訓練嘅時候就合起來向下，因為有劇本嘛，就會合起來向下表演。或者成年嘅表演嘅部分啊，就較定一下。我成日就係台東嘅動物、植物啊、西瓜、黃瓜啦、莴筍排練啊去潛嘅做乜嘅土石流嘅源頭，睇下呢切到嘅時間就抗議嘅江中人，按貪心嘅江中人，佢都去抗議，我說嘅成日就冇強樣嘅演出，冇強樣。唔過我最想嘅分享就講。做嘛想講也要去到社區度推廣，因為啲教嘅時間啦，我最感動就係裝備老師嘅講啊合適嘅時間，裝備要鼓勵聲音咧，唔講佢太上頭嘅，唔怕，佢太上頭嘅，唔講嘅真好咧，叫我老師嘅鼓勵啊，再來呢，聲音會彈裝備講故事，也係佢畫面你想象一下，就會吃到咁感動。等於如果也會伊啲故事底部，伊唔單止發展自家故事的內容，同時伊咪把每一個人的以前的生活的經驗，全部啲能夠觸及出來嘅。好，每一個人去分享講，同樣伊啲故事嗰隻地步，以前很用過嘅。同時我都想講，我有聲音嚟講，老師，他的台詞沒有講對耶。唔怕，我都先講好啊，言順都好誒。然後講到菜題。因為你拿飛本故事吼，其實也飛本故事，你許多頻道咪做得教，許多台道咪做得教。唔過話來到一個社區吼，佢要結合
位有讲的时节，佢要结合蔡天嘅故事，像大家讲许多水年嘛吼，嗰位啊就係最有名係豐年圳嘅開發，係佢係就係一條河壩，係大家嘅合力吧去出錢出力去開墾嘅河壩，有一條太圳嘅開發，真有辦法種出按太田洋嘅禾嘅吼。我說一個故事呢，蔡天嘅裝備啊，佢叫做創生山歌哦。嗰個表演嘅時節，佢都哇，隨口都創山歌嘿！嗰山歌嘅內容就係豐年圳嘅開發啊。我說我哋去家地度，嘅裝備帶定聲音嚟創山歌誒，哇，要感動喎！等於講，你用一個故事嘅版本，唔可以去結合到每個沙期無強嘅特色。好，同樣係一個味道，我哋咧傳播味道要愛一塊土地嘅故事嘅一個原型嘛，吼。但是你可以加出加當嘅，比如講我哋當初一個豐年圳嘅一個開發。同時冇你講去到某個地方嘅時間，某個地方以前嘅開發係高層係樣嘅，哪怕幾時節嘅山歌啦，當天嘅舞跳舞嘅舞啦，嗰時其實講也為一個戲本劇來講嘅話，等於係一個種子。戲本劇就係拿戲本做基本，做得做參考點點。按吼蔡天嘅故事真係真重要嘅，去引導佢哋想發展出蔡天嘅故事，然後戲本嘅故事做結合，你就發現啊非常精彩，韓國動感通嘅內容喺地度，我係非常鼓勵啦，因為吼蔡天嘅故事啊，真係啲真正嘅客家文化嘛，客家神話喺地度，你講做得這樣嘅機會行到沙期地度記錄下來，當到故事當做得記錄下來呢。我說做戲本劇唔單止戲本劇啲嘢咯，真是按你談紅來可以，真是唔單純係一啲講我哋五本嘅合輯變成一啲戲本劇，但是有戲本劇地位希望嘅講，他可以唔單止去注重我哋在地客家文化，同時嘛可以把我哋以前呢許多嘅神話嘅經驗可以加入來。但是我意思想到一件事情嚟講，今日我相信今日觀眾朋友看到更加好，一聽到人講。怎麼拿得到？怎麼拿得到？因為講我按好，講我按到，我按樣我去，哪可以拿到一本書啊？因為我出版一本書最主要嘅目的啊，係想一本大家來參考，大家共下來用一戲本去推廣戲本劇，推廣用戲本講故事來教客人。我說我係用一種出版本大家來參考嘅方式，我冇賣。我有做成嘅電子檔，係有時有嘅人聯絡 FB 做嘅簽到彭某先生，也係乜嘅群組啊，來簽到彭某先生，我就留電子檔俾你，你做得設計印哦。等於你講把這個版權已經全部釋放出去了呢。貢獻俾大家來學習吧，做嘅彩色影印哦，非常貴哦，唔用。互拍嘅影印啊，就做一個教材，自家練便宜咩真好用哦。如果你這個已經如果你希望講，他個人可以多用、善用也教材，版本的問題，你可以同人拿電子檔過去，能用這個印咧一本印，冇如果一份印。這這個詞語錯啊，是貢獻俾大家使用。最主要的目的係希望大家做得用一樣嘅方式啦，戲本你嘅故事你做得用，唔過你做得發展出更加精彩嘅劇本哦。我係參考點點啦，我故事係參考點點，做得發展出自家嘅劇本。唔過也咩係想講推廣到沙期度，也係講啲烏卡嘅親自發通啊，希望啲沙期啲烏卡做啲講合法嘅件事情做啲這樣嘅發通你增加你鼓勵大家講合法，也係最主要嘅目的啦。基本係一個綜藝，然後綜下以後，其實產出來可能係我哋咧客家文化親子嘅互通，甚至講聯繫客家話、客家文史嘅一個書寫，都可以對一個綜藝開始。因為講彭先生其實我哋算是訪問了幾多年，因為佢現場也有5本，地方1年1本，好同時竟然要把5本變成一個合輯。咁未來呢，彭先生有乜嘅想法嗎？
像我安尼教育行业创造啊，最主要係帶動青少年、後生人，喺培養後生人人才一部分，係我上愛繼續在做嘅事情。像我哋台東啊，講下少年團，佢哋都非常強嘅咧，導動人才嗬。啊，我就因為廣播啦文學嘅養分，咩要認識嘅中華劇組、是攀附教嘅位嘅，咩有個西周少年團，咩出來嘅嗬，一群新人啊，同我講下話哦，韓國好文學，嘿，佢哋韓國12係我嘅故鄉，我啲嘅位咩個培養少年，青少年呀，後生嘅訓練，我係知道後生人係你客家嘅未來啦，嗬，就邀請大家向我3萬來聽書，後生人才嘅培養，啊，當到方式做啲培養後生人嘅方式，多年嘅方式啦。其中一下後生人除了講，我自家係專長係文學嘛，嗬，啊，我記得其實嘅Podcast 啦、YouTube 啊，其實嘅自媒體嘅部分啊，做到很強哦，你聽唔到哦，你嘅做先生嘅角色就係鼓勵啦，嘿，像我哋你做一個交流然後連結，你嘅角色就係盡量鼓勵。啊，製作嘅舞台，本佢哋表現，啊，像我哋會去做嘅視覺嘅展演啊，係按慢慢去表演，咁係一種嘅推廣，最主要係希望講想講培養人才一部分啦，再來一個希望就係啊，像我哋做飛本嘅方式，我知道按多年咯，我知道效果同好，我所以請鼓勵其他嘅好朋友。咪做得好啲自家嘅菜體，咪做得發展出更多菜體嘅故事，一個故事咪做得拿出來做飛本劇，哇，也真嘅嗬，當做得來推廣。真是，看下今日節目，如果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彭先生、彭水林先生，伊係一個用心嘅人，也用心唔單止喺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同時嘛，佢用心喺培育我哋嘅下一代。今日感謝我哋彭老師來現場分享很多精彩故事。感謝阿明姑，感謝觀眾朋友，我記得咯，有請大家做啲書堂彭某先生哦，要幸福台球線台東好了，讀到超講下嘅廣播節目，感謝大家。休息一下，都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